导演钮承泽涉嫌性侵剧组女工作人员，被检查出被害人胸部有钮承泽 DNA， 下体有新伤。今天依强制性交罪嫌起诉钮承泽，并以他犯后卸责，态度难任良好，建请法院处以适当之刑。台北地检署新闻稿指出，钮承泽执导电影《跑马》期间认识被害女子。去年11月23日，剧组原定召开工作会议，钮承泽临时取消会议，改邀请友人到家里聚会，并借机请剧组人员带同被害女子到场。去年11月24日凌晨，剧组人员表明欲离开钮承泽住处，被害女子也无意独留，但剧组人员未能察觉被害女子神色，被害女子也不愿不顾颜面直接离去，因此短暂去留，打算伺机离去。钮承泽涉嫌在剧组人员离去后，旋即将被害女子强压在沙发上，强脱衣裤，并以手指强行插入被害女子下体。因被害女子坚决不从，身体蜷缩在沙发上哭泣发抖，钮承泽才让被害女子穿回衣物离开。被害女子事发后随即打电话向同居室友求助，室友立刻带被害女子前往医院验伤采证并报警。检警调查发现，被害女子胸部上残留的微物肌正未唾液，检体 DNA 与钮承泽相符，下体无验出与钮承泽 DNA 相符的微物肌证，但有新的撕裂伤，且被害女子四肢有因抵抗遭强压出现的淤伤，与被害女子指数相符。钮承泽到案否认犯罪，辩称对被害女子存有好感，双方认知不同。至于女子指控的犯罪细节，钮承泽多以当时喝醉酒而不负记忆答辩。检察官调查，钮承泽与被害女子相识不久，依剧组人员等证人证述，钮承泽与女子 LINE 对话记录，可以证明两人并无私下互动或暧昧，并无男女好感之情愫。此外，事发后女子主管要求钮承泽赔偿，钮承泽虽愿意支付新台币60万元，但女子拒收。检察官认为，女子提告动机纯粹是希望日后不要再有其他被害人，与赔偿没有关系。检察官认为，即使钮承泽对被害人心存好感而犯案，或误认被害女子对他也有好感，或犯罪前曾饮酒，都不是宽减刑责的正当事由。检察官建请法院审酌钮承泽事发后历次发言，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严重认知偏差，以及对被害人所造成的伤害。事发后就其犯行避重就轻，试图用认知不同卸责，并暗指被害人与有过失，难认犯罪后态度良好等情，处以适当之刑。检察官依刑法强制性交罪嫌起诉钮承泽，依法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中央社